Hello，大家好，呢度係航通租的 E 頻道。1月5號大約5點，一名醉酒男子喺旺角搭的士，目的地係沙田新翠村一帶，點知去到落車先出事。據女司機講，該名男乘客一路聲稱自己有錢，但落車後就話冇現金，只可以用支付寶。不過講就講得大聲，實際上又俾唔到錢，拖拖拉拉。期間男子情緒越嚟越激動，對住女司機不停講粗口，仲主動要求人幫佢拍片，話要將全個過程放上網。女司機面對醉酒乘客又俾唔到錢，感到好大壓力，最後決定報警處理。警方接報後到場了解情況，經過一輪調解，最終由警員協助嗰名男乘客用支付寶俾清車資，事件先告一段落。之後嗰名男子就獲准離開。我真係唔鬼知點樣俾你嚟支付寶就我屌啊！我臭閪啦，咪拍托撚咩？你冇臭，我諗咗俾你啊！你冇臭閪，傻臭閪！乜閪你都冇，揸的士揸兜啊！你冇臭閪，講啦，家正臭閪，你咪正宗嘅屎忽鬼，我拍你個車牌都。鬼臭閪屎忽鬼！我等你啊！我等差佬嚟啊！點解又咪冇錢俾？你個臭閪屎忽鬼！真係我個老細係李嘉誠，我屌你老母臭閪！真係有錢俾。啊！你個死神狗咁樣，成隻閪咁樣，臭閪唔諗怪之你老公唔要你啊！執的士啊，唉，咁鳩你拍，喂，撳撚咗一屌你老母！屌你老母！呢個的士婆猛咁嘟，冇錢啊！屌你老母喺周學兜會乞食咪得咯，臭閪！呢啲香港人嗱，你望住啲香港人專搞香港人嘅，嗱，望住呢個人，望住呢個人，哦，你都話唔得嘅啦。呢個車牌叫做YD 563年，呢個臭閪專搞香港人嘅，記緊住啊！哎呀，土地公公，你個老母啊！出屎口，出屎閪！但係幾人樣樣衰啊！你慢慢嚟啊你！人就叫仆街就未經咁樣仆撚街，屌你老母個手閪！唔係冇錢俾啊，有錢俾啊！呢個真係屎忽鬼，正宗叫做屎忽鬼！屌你老母，一屌你老母啊！臭閪！啊，擺到 YouTube 啊！
喂，喂，慢慢領啦！屌你老母，你臭閪嚟嘅！屌你把閪，臭喺度而家㗎！慢慢影，我中意上 YouTube。哇！屌你差到未喺度到啊！差到未到啊！咁解咁樣耐啊！喂喂，我啊，呢啲喂，呢啲係我啊！喂，臭閪，呢啲係我，呢啲係我。你黐線！你個販毒啊你，販毒得，我抽一條販毒啊仆街！你話吓，哇全部係毒嚟啊仆街！我問下咪我啊，黐撚線㗎，呢個臭！事件再一次反映的士司機，尤其係女司機，喺清晨或者夜晚時段遇到醉酒乘客時，真係相當辛苦。唔單止要追車資，仲要面對言語滋擾同安全風險。唔少司機都話，希望乘客上車之前準備好付款方式，亦呼籲大家飲酒後保持理性，唔好因為少少錢搞到大家都唔開心。鍾意呢條片嘅，希望大家可以點讚、分享我哋嘅影片同訂閱我哋嘅頻道。如果想知道更多我哋嘅服務，可以掃影片上嘅二維碼，或者用下方資訊欄嘅連結聯絡我哋查詢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呢度係航通租的 E 頻道，我哋下星期再見。